250 cards. 250 cards. Do you know these letters? A, P, S. B. 粵語昆蟲有黃黑相間的外殼，能夠生產蜜蜂蜜和進行授粉。Heart. Heart. 粵語有兩個對稱的凸起部分，形狀類似心臟的形狀。Banana. Banana. 粵語長而彎曲的水果，有黃色皮膚和柔軟的質地。